常見的社區設施，利民的社區設施。社區內有各種設施，提供不同的服務，讓我們舒適地生活。我們可以到巴士站乘搭巴士，到澳門各處，到酒樓、餐廳享用美食，到街市、超級市場或商場購買食物和生活用品。在假日的時候，公園、圖書館、活動中心等，更是我們消閒的好去處。緊急救援設施，澳門各區設有消防行動站和警察局，提供救援和保安服務。如果生病或受傷，我們可以到醫院或衛生中心求醫。特殊的社區設施，災民中心、庇護工場、安老院和托兒所等社區設施，可以幫助社會上有特殊需要的人。